OK，咁多位早晨，喺度見到好多同行啦，又見到好多好朋友啦，誒、係 OK，首先咧就多謝李大啦，多謝 KK 啦，DC 我記得個簡稱啦，咁就今日邀請我就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響世界自然基金會熊貓會咯簡稱，響米埔自然保護區裡面嘅一啲嘅工作啦。咁係咯，咁sorry，因為兩個唔升，所以我睇到呢個，我望住呢邊先嚇。咁我其實今日裏面咧個主要嘅工作或者主要嘅分享咧，我係想集中落去到講解米埔濕地嘅呢個變化啦，同埋響米埔嗰個全球嘅定位，同埋頭先都有提及過嘅一啲字眼，叫做嗰個生態系統嘅一個服務嘅。咁我哋亦都喺近呢幾年會聽到好多一啲講MBS 啦，有一個以自然為本嘅一個解決嘅方案，同埋其實米埔點樣作為一個例子，佢達至到一個生態賦能，同埋佢扮演緊一個乜嘢多功能性嘅濕地。仲有我哋喺米埔自然保護區裏面保護工作咗同唔同嘅持份者，從政府同漁護署一齊工作咗超過40年。咁裏面其實有多一點一滴都會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例子，或者好好嘅經驗去到行一個捷徑。我哋點樣可以獲取以呢啲經驗去到做一個更好嘅保育同埋往後一個發展嘅。好多人會以為咧，我哋做保育就係圍住佢啦，唔好變啦。但係其實米埔呢個例子咧，佢係不斷咁變化緊嘅。我成日都講笑咧，第一代去做濕地保育工作嘅人就唔係啲 environmentalist， 其實反而係當地嘅持份者，就係以前嘅漁民啦，或者係養殖基圍嘅一啲嘅村民嘅。咁佢發生嘅咩事？我哋就揾翻好多。你見到呢個地方咧，聚焦咗落去米埔附近嘅一帶嘅濕地咧，你見到中間有個少少嘅雛形，好似有個豬腰仔咁樣，佢好吻合濕地係地球之腎嘅呢個諗法。因為以前啲人已經係諗緊想將佢做一個腎臟嘅形狀，咁已經有一個雛形。咁裡面有包括好大量，你係見唔到有魚塘嘅。你亦都見到有少少嘅一啲村落，而大部分其實係一啲 marshes， 甚至乎你見到呢個青山公路 Y 字形對上嘅嗰啲位咧，嗰度係拗頭啦。咁好多地方仲未係有好多人類嘅活動。往後嘅一個變化咧，響到45年打完戰爭之後咧，第二次世界大戰，米埔有一個好清楚嘅雛形。今日我特別要去到想講解多啲個保護區，而保護區係有好多嘅20幾個嘅基圍而去到成立一齊，佢嘅生態價值係好重要。而呢啲基圍嘅雛形嘅形成，響打完仗之後，特別是係響深圳嘅寶安一帶嘅村民移民。走到嚟香港去到成立呢啲基圍，紅色嘅呢個地方係一個例子，其中一個基堤嚇。咁呢啲基堤佢哋會主要嘅目的去興建咧，當其時其實就係想有漁業嘅啫。所以今日其實除咗魚塘喺香港你見到佢係一個漁業嘅產業，其實基圍蝦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好有特色、好有情懷嘅一個漁業嘅產業嚟嘅。咁佢嘅做法就係將一啲全人手下40年代嘅時候，用一個腰鏟起一個長方形嘅泥，就堆起佢，成為嗰個基堤。佢嘅入邊係會保留住植物，保留住一啲嘅譬如紅樹啦。一啲蘆葦啦、沙禾草啦呢啲嘅植物，而背後佢唔會抌任何嘅糧食入去，令到佢嘅生物多樣性仍然得以維繫。喺數字上面，我哋會見到嗰個變化咧，喺40年代、50年代，佢哋個基圍嘅面積，佢係由300年打仗之前係冇嘅。直至到去到50年代、60年代係最鼎盛嘅時間咧，就有超過700幾公頃，係佔咗響內後海灣裡面嘅一個44% 嘅一個土地。而留落嚟對我哋有個咩變化咧？
可能大家會比較認識嘅就係呢啲基圍，當佢留咗落嚟，你見到側邊40、70年代嗰張相就係以前啲漁民佢哋基圍養蝦嘅人員，佢哋點樣用人手邀起佢呢啲器具去到做機體，而呢啲器具我哋到今日仍然都保存住，呢度亦都係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啲嘅重要嘅物件。你見到呢個時間由76年到而家2025年，我相信在座或者我嘅前人、我嘅師傅佢哋其實亦都喺當中參與過好多唔同嘅工作。雖然我唔會詳細講解，但我想大家去到認知一樣嘢，亦都係頭先我講過嘅米埔自然保護區，甚至乎米埔濕地魚塘係不斷咁變化。佢除咗由以前可能係主要集中喺一個漁農業，到佢被認定咗做一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喺70年代嘅時候，進入到去附近要發展一啲大型嘅住宅，所以促成咗有83年成為咗米埔自然保護區。我哋同漁護署一齊去到共同管理呢笪地方，佢裡面有主要有3個大階段。包括係佢一啲基礎設施嘅成立啦、收地啦，將呢啲嘅地方由一個農業去到轉化成為咗一個保護為主嘅一個地方啦。另外喺保護區裏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項目嘅要更有效去管理，所以我哋有一啲每5年有一個發展嘅計劃，直至到1995年我哋正式收齊咗。保護區裏面20幾個基圍，成為咗一個380公頃嘅米埔自然保護區最開頭嘅雛形。而每5年會有一個米埔嘅管理計劃，裏面有政府人員、有專家、有工作人員一齊去到俾一個意見，亦都有一啲教育項目嘅發展。而啲教育項目喺早期以一個可能學校啦嘅形式，到發展到去而家，其實已經係包括咗可能有一啲ecotourism 啦，專業專家嘅培訓啦，在座我都見到有好多專家有出現過，有參與過我哋一啲分享啦。呢個進程係不斷咁演變，亦都不斷咁優化。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點。另外喺我哋自2000年之後，我哋亦都喺我哋嘅工作帶展到去，特別是係華南，同埋因為佢哋嘅雀鳥嗰個關係。咁所以喺裡面，我哋而家你見到2025年，我哋啱啱攞咗一個獎項，我哋全球3個濕地裡面嘅中心，其中一個可以攞到呢一個獎項喺 COP15裡面。我哋另一個時間啦。26年之後，頭先聽到唔同嘅政府官員去講有收地，會唔會係另一個 opportunity、另一個契機，我哋可以去到有另一個階段性嘅一啲進程，去好好咁保育，同埋去到發展中保育一啲產業，佢亦都可以達至到保育嘅一個效能嘅。好快咁講講，第2個重點想講嘅就係呢啲生態系統。頭先有唔同嘅專家講者亦都有提到，紅線以內係一個拉姆薩爾濕地。咁米埔自然保護區83年起開始去共同管理，有好多你哋都明白㗎啦。裏面重要嘅濕地包括紅樹林、蘆葦叢、基圍、泥灘。而我哋達至到嘅裏面唔單止係保育呢笪地方，佢提供嘅生態服務系統，除咗真係生態，其實對我哋人亦都好緊要。頭先有提及過早期嘅學校教育、公眾教育、專家教育，到往後我要想再講嘅就係，我哋唔好忽視咗一個 well-being。一個我哋香港人好繁重嘅生活裏面，我哋心靈嘅一啲調劑，其實喺呢個濕地裏面亦都可以達至得到嘅。另外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解米埔咁緊要啦？呢啲資訊，最重要嘅就係佢位處於你見到紅色嗰個圈圈，中間就係喺亞洲地區，佢係東亞、澳大利亞飛遷路線裏面一個中間點。等同於你去飛長途嘅機，你中間啲雀仔都需要揾一個地點去到。我成日話佢哋唔減肥嘅，佢哋係 keep fat 嘅，因為佢哋要有足夠嘅 energy 嚟到香港裏面有足夠嘅嘢食。咁我亦都係一個酒店管理員嚟嘅，我管理呢笪地方，佢哋住客其實係一啲野生生物。咁裏面每一年有大概6萬隻雀仔嚟到，其實唔係淨係米埔自然保護區。
港園濕地啦，或者係泥灘啦，亦都有。咁頭先有提及過一啲重要物種啦，黑臉琵鷺啦，亦都啱啱響IUCN 最新嘅一個 status 裏面，佢有我啱啱入行嘅時候係有700隻嘅嗰個數字，1999年。到見到而家係有超過7000隻咧，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工作一齊去到讓呢個物種一個好明星嘅物種，讓到佢可以得到一個存護啦，同埋佢哋有更好嘅一個繁殖嘅一個地點。另外都想提及點解我特登要講解呢幾個咧？其實喺成個米埔保護區個生態系統服務裏面，佢哋服務嘅對象有唔單止鳥類，亦都有好多嘅哺乳類動物啦、蜻蜓啦、蝴蝶啦、爬蟲啦，大概跌咗，大概有28個品種嘅爬蟲類，我哋係揾到嘅。咁稍後俾多少少一啲 video 嚟睇。而我哋其實去睇米埔自然保護區，佢點解可以係一個MBS 一個自然解決嘅一個方案呢？我哋自己正就係頭先 KK 有提及，我哋見到政府喺2021年去到出咗一個北部都會區嘅一個計劃嘅時候，我哋都睇緊響 MBS 其實喺國外已經有超過10幾年嘅一個提及，而我哋能唔能夠響攞住呢個機遇，我哋可以將 MBS 呢個概念去到放入去，同時讓更多人去到揾翻一啲喺根本北部都會區一個咁好嘅環境底下，讓佢解決一啲我哋嘅問題，譬如係防控啊，或者係人啊，又或者嘅心靈問題啊 ，climate resilient 嘅問題。咁而其中我哋做咗5個嘅有2個嘅真正嘅 case study 啦，米埔係其中一個，亦都有3個一個存在嘅一個可行嘅一啲方案。咁詳細你可以上翻世界自然基金會嘅網頁去到做個睇一睇嘅。而米埔 MBS 呢個案例咧，詳細我唔講解啦。MBS 可能稍後有 TNC 嘅講者，佢都會再提及。而喺米埔裏面，我哋去剔嗰一啲 principle 裏面咧，我哋好見到米埔本身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我哋係主動管理。呢笪地方你唔可以就咁擺佢喺度嘅，我哋要主動去到透過我哋嘅理解，去到知道呢笪地方咩時候放一啲咩管理項目落去。另外仲有係佢嘅對生物多樣性嘅裨益啦，佢 climate resilient 嘅能力啦，特別是係固碳嘅能力啦，我哋點樣去解決或者延緩一啲嘅災難嘅特別是係風暴潮啦嘅一啲嘅問題。仲有 green job 啦，而等陣間我會再講多少少就住3個情況，生態系統同埋其他另外2個再講多少少嘅。特別是喺呢度想講，頭先大家好清楚米埔係有好多雀仔咯。喺呢度我好想提及俾啲上 video 你睇咧，呢啲 video 得來不易嘅嚇，好得意啊嗬！肥嘟嘟啊！我哋喺大概3-4年前同嘉道理農場一齊合作，去到喺米埔自然保護區裏面去到揾呢一隻，我工作咗20幾年，我都冇見過佢啊！我見過佢啲屎啫，但我冇見過佢真身。可能我唔夠努力啊。OK， 冇見過佢，好可惜。呢個係我喺我機構入邊一個遺憾嚟嘅。咁其實我哋好努力去到做唔同嘅科研，就好希望知道佢嘅分佈，好希望知道佢出現嘅唔同情況，同埋佢啲行為，佢點解要屙白白啦？佢點解要去喺啲地方度捉佢個身啦？又或者佢哋有冇一家大細出現？頭先你見到佢哋有一家大細出現嘅嗰啲video 係好珍貴嘅，咁亦都係裡面我哋集合咗裡面嘅點解佢會有出現？你會見到佢哋有喺紅樹林、基圍，甚至乎喺魚塘。我哋嚟緊有一個咁大嘅三寶樹濕地，會唔會亦都係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生態地方，俾佢哋生活同繁殖？亦都係響全香港其實得7隻。而佢遊走於我哋知道，佢遊走於香港同埋深圳之間嘅。咁呢個亦都係米埔證明到佢喺 MBS 裏面生態系統嘅一個例子。另外一個好快嘅資訊就係佢嘅
固碳嘅能力，佢點樣幫助我哋去到適應呢個氣候嘅轉變啦？兩個相片都係影到米埔同埋內後海灣一啲嘅紅樹。除咗佢有一個生態系價值，俾到雀仔喺度棲息安穩啲之外，其實佢固碳能力嘅數字係好大嘅，亦都係比起我哋香港嘅郊野公園，我哋嘅其他嘅風水林嗰個數字個數量亦都為之多。咁喺上面見到，而甚至乎我哋相比起華南一帶、大灣區一帶嘅紅樹林，佢嘅固碳力量亦都係更優秀。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我哋好有福氣喺米埔附近嘅一個紅樹林有一個咁高嘅一個固碳嘅一個能力。好快俾條短片大家都仲記得啱啱過咗去嘅華嘉沙係咪？而華嘉沙9月24號，可能大家中午1點嘅時候瞓緊覺啦，或者喺度喺屋企好驚好大風啦。呢張相片我哋喺以前係唔會影得到嘅，或者呢啲短片你見到。另外係23年9月黑色暴雨潮暴雨嘅時候，我哋係我同埋幾位同事係即刻走咗入去，甚至乎響天鴿、響山竹，我要行咗2個鐘先至由錦繡花園行得到米埔自然保護區入口。咁呢啲都係我哋越嚟越見得到有更犀利嘅一啲風暴潮，去到影響緊一個咁低窪嘅濕地。如果你哋有記得呢幾次打10號風球，但係你應該冇聽過有新聞米埔有一個好大嘅災害，而米埔自然保護區正正就係擔當咗一個咁重要嘅能力，而我哋亦都有做到一個超前嘅準備，就係去將米埔基圍嘅水位3日前就已經降低佢嘅水位，讓佢能夠有一個好超級嘅儲水量，亦都係村民得以保障佢哋嘅，佢哋仲有村民喺度㗎嚇，仲有一啲人口喺度。咁呢啲都會係我哋可以應對到一啲風暴潮嘅一啲情況，可以米埔擔當到一個濕地，擔當一個重要角色。好快咁講埋最後嘅一啲啟示同埋建議。你會見到中間有啲雀仔，嗰啲全部都係黑臉琵鷺，有個綠色框框住佢。其實係我第一次開咗關之後，我哋上咗去深圳嘅福田保護區，去到認識學習點樣用呢套系統。而短2-3年之間，我哋將會啟動另一個大嘅項目，油馬會嘅一個資助。我哋會將一啲 AI 嘅系統啦，我哋會將呢啲水閘由以前我哋唔能夠即時去到放開個水閘俾啲水沖走，我哋坐喺屋企瞓喺張床度嘅同事都可以用手機去到調節呢一啲嘅水嘅升降，讓啲無論係雀鳥佢哋可能對水位嘅sensitive 會高啦，甚至乎讓啲水可以保障到附近嘅居民。另外亦都係我哋善用呢個創新科技去保育嘅同時，我哋做咗好多嘅一啲雀鳥遷飛嘅研究。頭先其實嗰隻A21都係嗰隻 Black-faced Spoonbill， 同埋你見到有唔同嘅雀仔。當你哋見到呢啲有條少少嘅 radar 就係一啲 satellite， 我哋希望可以集合喺一個區域性裏面攞到更好嘅資料。最後就係仲有2張，就係我哋會唔會更加好咁創新用一啲保育嘅元素咧？唔好忽視啲buffalo 啲水牛。我哋第時有300幾公頃嘅一個三寶樹，剪草係一個好大嘅困難。牛佢哋係而家可能喺一個唔啱嘅位置同人有衝突，會唔會我哋放翻去一個啱嘅位置，幫我哋去到唔使用好多人力去到去食草呢？另外就係一啲稻田嘅復育，亦都有長春社啦，或者鳥會啦，或者係漁護署亦都做緊一啲嘅稻田。而我哋喺米埔嘅稻田，我一粒都係未食過嚇，淨係有人問我有冇食過呢樣嘢，啲雀仔食晒。啲黃胸毛食晒，我好開心佢哋食晒。佢哋同埋我哋種咧唔係產量，而係俾多啲空間，去響啲稻苗之間度行嚟行去。咁我哋更加係復育緊花腰仔啦、鹹滿啦、呢一類型嘅已經唔見咗嘅一啲鹹水稻嘅品種。另外仲有係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在座都有朋友仔嚟過我哋米埔。除咗啲蝦係俾
野生動物食之外，其實我哋會唔會去考慮將呢個咁好嘅一個品牌、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哋喺部分一啲三寶樹裏面考慮有一啲魚塘可以將佢轉變翻、restore 翻成為基圍咧？係有呢啲水閘喺度嘅，我哋點做咧？咁呢啲都係可以去到做一個嘅再往後一個研究。最後就係我哋投資翻一啲嘢喺一個大自然嘅建設啦，譬如一啲已經係人工化咗嘅水道啦，喺對岸嘅福田其實或者深圳亦都有啲好好嘅例子，我唔詳細講解啦。咁跨國嘅區域嘅保育啦，成個內後海灣其實係充斥住有米埔自然保護區，另外亦都有一個福田嘅 Wamsut Site 啱啱上一兩年成立，同埋有啲嘅人才公園啦，大家去買嘢嘅時候，其實個人才公園都好好睇嘅。亦都有一啲嘅福田嘅紅樹林嘅生態公園啦，我哋能唔能夠係一系統咁樣去到更好嘅一啲交流合作咧？漁護署我哋亦都簽訂咗一個姊妹嘅一個 agreement 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步嚟嘅，亦都想將我哋香港往後嘅譬如呢個濕地納入城市規劃啦，我哋同香港 ILA 亦都有一啲嘅建議俾政府喺嚟緊嘅一啲片區嘅開發裏面，可以點樣將保育嘅元素去到帶入去嘅。咁圖片裏面係講緊新田科技城，亦都有啲儲水嘅地方，其實亦都可以有啲生態價值喺度。最後一個我唔詳細講解，但係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反思。頭先有講及到深圳，啱啱今朝我 Google 咗一下，深圳係常住人口有1700幾萬，佢每一年可能就多10幾廿萬。我只係講常住人口，而我睇過21年嘅報告係喺香港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係想有2.5個 million 係擺入去呢笪地方居住。咁大嘅一個城市，其實係甚至乎係一個世界嘅一個引擎啊！我哋亦都要顧及一個 well-being。咁我哋點樣好好善用呢啲本身已經有嘅自然資源嘅遺產？呢個係好值得我哋有更多嘅討論，去到用揸緊時間，去到做個考量，讓我哋下一代嘅朋友仔佢哋一個好好嘅生活環境。多謝咁多位。